世界上有很多人，也有很多鸡。你别急，你先听我说清。世界上现在77亿人，还有25.3亿只鸡，算下来差不多每个人3只。你可能没想过，但他们早就安排好，一直在早晨，一直在中午，一直在你心里绕。别说你今天很孤单，别把自己关太紧，你抬头看看这世界，鸡都替你站着等。肯德基疯狂星期三，转我60，我帮你去谢谢鸡。肯德基疯狂星期三，转我60。我帮你去谢谢鸡。你没有朋友也没关系，你还有3只鸡。就算他们今天不在了，很快又会补上来，像雨后地里的芽，像队伍重新排。你不必装作坚强，也不必假装没事，这世上总有个角落替你留着那份鸡。别说你今天很孤单，别把自己关太紧，你抬头看看这世界，鸡都替你站着等。肯德基疯狂星期三，转我60。我帮你去谢谢鸡。肯德基疯狂星期三，转我60。我帮你去谢谢鸡。你没有朋友也没关系，你还有3只鸡。如果夜里风很大，如果你没人能依，就把回去放一边，先把那3只想起，一直陪你吃饭，一直陪你发呆，一直站在门口替你把